每一日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初7，诗篇146篇1节安尼讲：你着学罗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着学罗耶和华。咱三甲来祈祷，看伫阮学罗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是阮逐时逐刻爱学罗的对象，你是拯救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着学罗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你一切恩惠。主啊，阮的心常常看艰难，至到袂记你伫阮的身躯顶所行一切恩惠。阮对你发怨言，至到袂记你来学罗甲感谢你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小信甲谣记，求你互阮知你有怜悯的疼，阁有丰盛的恩典。因为对永远到永远，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常常用学罗甲感谢献互伊，因为对永远到永远，伊是咱的上帝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